度可能係全香港最高 CP 值嘅行山徑，中意周圍捐窿捐罅嘅你，仲可以穿過呢個神秘小山窿，到達呢個神秘後花園啊！行完呢個山，仲可以食陳通記大魚蛋同埋炸雪糕添。大家只要喺中環嘅5號碼頭搭船入去，沿住長洲天后古廟一路直行，你可以選擇行海皮，又或者上個小山。我就揀咗行山當係一個 warm up。揀行山嘅好處，仲可以俯瞰成個長洲嘅海景。到中途你就會行翻落去海皮噶啦，跟住就去到平時去張保仔洞嘅山路。你會首先見到呢個形成一線嘅果凍海，跟住轉落去呢一條樓梯，行到最底你就會見到呢個小洞。行出去就係長洲嘅神秘後花園啦。沿住綠色欄杆一路直行，你就會望到呢一個靚景 ，peaceful 到望住個海真係忍唔住發咗一陣吽哣。想挑戰自己嘅朋友仔就可以行埋五行石，不過嗰日比較夜同埋潮漲，所以我就冇行到啦。回程仲可以行埋張保仔洞添，同一條路回程行返去碼頭就可以食到長洲嘅美食。大家都快啲嚟行張保仔洞郊遊徑啦！